無牌駕駛同停牌駕駛有咩分別？呢條罪咧通常係唔會好少單獨去告嘅，因為仲有比較嚴重嘅懲罰嘅就係冇有效第三者保險去駕駛。因為保險佢其實好多時唔係冇買嘅，而係保險嗰份單裏邊講明咧，你違反一啲交通條例佢係唔保障嘅，所以喺佢無牌嘅時候啊，或者停牌嘅時候就失去咗保障，失去保障而揸車咧，佢就會可以同時告兩條罪啦。無牌駕駛同停牌駕駛最高刑罰係咪坐監？無牌駕駛又好，停牌期間駕駛都好，好大機會係會坐監嘅，所以唔好制啊！無牌駕駛同停牌駕駛既司機撞傷人，咁我作為受害者，我可唔可以追討責任？可以嘅，香港有啲特別嘅保障。首先啦，有個叫做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，呢個係幫助任何交通意外嘅，無論駕駛或者俾人撞嘅，都可以去申請。呢個有個基本嘅保障啦。另外，架車嘅司機咧，架車有保險㗎。但係如果佢係無牌嘅時候，份保險會有機會唔賠噶嘛，唔保障佢咁，而且好大機會添啦嚇。咁但係保險公司如果佢係真係有份保單喺度，亦都好多時咧係保險公司係會先賠咗俾個傷者先，保障咗佢嘅需要先，然後咧保險公司再同嗰個司機或者車主再去爭拗，究竟互相承擔幾多錢啦？借咗部車俾無牌或停牌嘅駕駛者，發生事故應該點去追討責任？通常嘅做法都係兩邊都告嘅。咁個車主其實有咩責任？你係明知佢冇牌都借俾佢先。如果係咁，你好大責任啦，係咪？個司機一定知自己冇牌啦，呢個冇得拗嘅。其實呢個就好少有得拗噶啦，所以一定有責任嘅。但係個車主知唔知佢係冇牌？譬如嗰個人不嬲揸開個車嘅，不嬲有牌嘅。咁而家又問我借車，原來早幾日先俾人停咗牌，我唔知，即係特登借俾佢噶嘛，好大責任噶喎，係咪？但係我都提醒啦，如果借車俾人，最好問一問佢啦，或者就唔知會 check 佢有冇車牌喺身先好借俾佢咯。因為就算佢不嬲有牌嘅，都有機會琴日俾人停咗牌噶嘛，咁你就難辭其咎嘅嚇。